Just 点亮，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1号，公元2017年10月20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印度曼尼普邦出席全球和平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处举行第5次对华事务工作会。藏人行政中央在捷克共和国布拉格举办达赖喇嘛违纪图片展。西藏政策研究学会在新德里举办西藏文化濒临灭绝研讨会。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印度曼尼普尔邦议会发言人穆纳哈姆赤先生的邀请，于10月15号离开达兰萨拉，前往印度北部曼尼普尔邦，参加在该邦首府因帕尔市举行的全球和平会议。10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参访了印度北方邦弥勒特公立学校，并为该校新推出的普世论理课程进行揭幕，并发表主题演讲。尊者达赖喇嘛指出，普遍论理的目的是通过教育和意识，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尊者指，我们的心灵不仅仅是物质价值观，也要培养心灵的平静。10月13号，藏人行政中央对华事务第5次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藏人接待中心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特邀嘉宾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索纳诺布，以及来自7个国家的47名中文领域工作人员出席了该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致辞时，向与会者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对华政策以及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工作等方面作出了指示。特邀嘉宾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在发表演讲时，以海外华人怎样看待中间道路和19大后中共当局的对藏政策动向为主题发表了讲话。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处长谢尔宗丹森德丹向与会者介绍了中文处及中文处的3大职责。为期5天的对华事务第5次会议审议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以及驻北美、欧洲、澳洲和台湾办事处在过去1年的对华事务工作，并制定来年对华事务工作计划。此外，对来自美国、欧洲、台湾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中文领域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藏人行政中央对华事务会议于2013年首次召开，旨在加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及驻外华人联络官的工作。此后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分别召开了第2次、第3次和第4次会议，此次为第5次藏人行政中央对华事务会议。此外，10月14号，藏人行政中央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办了一场介绍达赖喇嘛尊者业绩图片展。这场展览会由藏人行政中央属下的西藏图片展览小组、哈维尔图书馆以及西藏之家等机构联合举办。展览会主要介绍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业绩和3大使命，即推动宗教和谐、促进人类和平以及保护西藏传统宗教文化。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单位西藏政策研究协会也从10月17号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召开了主题为“西藏文化濒临灭绝”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印度人民党发言人米纳克什、印度前外交部长考乌尔西巴及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等众多人士出席了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在演讲时，把西藏的文化发展史与遭受灭绝分2个部分向与会者做了详细介绍。
重点介绍了历史上西藏学者和僧人如何前往印度学习梵文和翻译经典，把佛教引进西藏的过程。司政罗桑森格表示，从公元7世纪开始，西藏学者和义师们先后花费5个多世纪，从梵文翻译完整的佛教经典到本民族文字，从此佛教在西藏扎下了根。司政还表示，而如此宝贵的文化在中共入侵西藏和文革前后，以及乃至今天，一直是中共打击和毁灭的主要目标。目前，中共正在加强西藏各寺院的管控，并企图控制整个藏传佛教体系。印度政府前外交大使卡瓦尔西巴大使表示，虽然西藏的文化和种族灭绝的报告令人沮丧，但他告诉现场的与会者，特别是许多年轻的西藏人，不要对此失去信心。前国安顾问委员会委员加亚德瓦拉伊德先生概述了中共在西藏不断巩固其统治地位等观点。拉纳德先生表示，中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来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试图削弱尊者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他预测习近平将进一步大权独揽，且即使政治局常委中的强硬派官员退位，也不可能有迹象显示中共对藏政策会有良性发展。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详细分析了中共19大后的政局变化，并预测短期内中共将继续保持对藏高压政策，但是在未来10年至20年间，中国将实现民主转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本周三10月18号在中国北京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200多名代表参加了该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是领导过渡，将在未来5年内选出党的最高领导，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中政治局常委委员会、政治局、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候补委员等。习近平在开幕式上概述了中国近期的成就，并提出了中国将成为世界大国的新时期。他还警告不要分裂祖国，明显提到新疆、西藏、香港的自由运动，重申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会议预计在1个星期内结束，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每5年举行一次，上次会议于2012年11月举行。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